後來繼續來看立委黃捷早起去登記，要參選到民進黨高雄市黨部主委。黃捷講，伊若順利來當選，會全力輔選到賴瑞良選市長，嘛會讓議員過半，嘛要讓民進黨所有的里長攏順利來當選。團結拼勝選，高雄全力打。黃捷宣布要競選高雄市黨部主委，連贏女性議員和參選人陪同，宣傳查某人共心，黃頭變成金。希望說我可以承接起這個新世代來接棒的角色，那把這個輔選的工作做好，那可以協助年底所有的黨公職要參選的民進黨的夥伴都可以順利當選。黃捷今日透早前往高雄市黨部登記參選，議長康魯成徛在了邊仔表態支持。希望下一屆的民主進步黨的高雄市黨部主委能有年輕世代來帶領。黃捷投入主委選戰，進前拜會局系議員辜俊賢，親生系的康魯成嘛佇咧面冊鋪文，歡迎黃捷當後頭的影片，市長登記買馬表態收聽。黃捷願意這樣挺身扛責任我覺得是一件好事，值得鼓勵。那我想這都是民進黨傳承的精神，讓新世代來傳承，來承擔重任。那我們也會一起加油打拼。傳出黃捷接棒參選主委是登記賣推薦，無特別找找派系平衡，黨內團結。新潮流賴瑞良拼選後一屆市長，黨部是向議會持續掌握，讓黃捷對選主委叫拿贏這局及正面回擊。趙光說你就是要出來選市長，那你對這個有什麼回應嗎？對啊，其實我看到柯志恩這樣回應，會覺得他好像非常害怕團結的民進黨，因為我覺得他一直都是找機會在見縫插針。黃捷投入主委選戰，嘛互高雄連贏選戰的布局拿來拿清楚。Hello， 我是張新文，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